日經225期貨上個禮拜收報68720 68,720點，兩個星期，上星期我就冇拍片啦，因為好耐冇出太陽，走咗去玩啊，咁啊兩個星期冇拍片，兩個星期咧係升咗4800幾點啊，大約係7.6% 左右啦，啊，日元上升咗2.8%。而家係大約對美元係159左右嚇，159多啲啦，換1美元嘅。咁今次日元反彈咧係完咗未咧？呢個都仲係一個謎嚟嘅，因為對上一次嘅反彈係美日聯手，今次係有啲特別嘅，仲要係佢個反彈幅度都唔細啦，但係日股係冇跌嘅，過去兩星期仲升咗7.6% 添。咁我哋會睇睇係背後有啲咩因素，或者未來可能嘅走向會係點樣。今一集主要係同大家分享呢一樣嘢。睇翻美國 CPI 上星期四公佈咗完全係符合預期嘅。今次係話美國聯儲局咧係唔需要急於加息嘅，釋放咗一個咁樣嘅信號，市場係咁樣去解讀。但美國10年嘅債息佢有債市有債息啦，仍然係高企嘅，喺4.6厘左右，仍然係高居不下，4.6厘樓上，即係反映利率期貨係跌唔到落去噶啦。而再睇翻日元上兩個禮拜同美國一齊突襲，令日元急彈，係一個偷雞動作。上一集我已經講咗噶啦。呢個動作其實係好令人懷疑，下一次日本議息其實係咪有能力加息嘅呢？究竟日本有冇呢一個底氣呢？如果將上面兩個因素加埋一齊落去睇，暫時美日嘅息差短期內仍然係會保持一定嘅距離，起碼係一段時間呢。就算假如收窄，美日息差收窄，最多可能都只係1/4厘。OK。咁對中長期嘅利差交易都仍然係阻止唔到嘅。如果1/4厘嘅收窄出咗消息，咁可能短期震動就應該係有嘅。相信日元就應該係咁多啦。咁我哋睇完日元中短期可能出現嘅情況，再睇翻日股 NK225。咁如果佢要跌得真係深嘅，即係多過20% 以上嘅機會，似乎好大難度啦。除非科技類嘅股份啦，重新又吹一次十分淡嘅風，咁先至會有可能觸發到日股有20% 嘅下跌嘅可能嘅。我對日經總結上面所有客觀嘅因素係會睇得稍為樂觀嘅。而家差1000幾點就去翻7萬點噶啦。至於飛息8月6號過咗啦，佢係8月6號解禁啊嘛。上個交易日收報140蚊正，結果係高過佢嘅 IPO 價135。點解唔係禁售期俾人狂沽嘅咩？呢個其實之前我有幾條片係講咗嘅。有提過嘅，一早已經提過噶啦，唔一定係跌嘅。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睇翻點解。應該係我第2條片，飛息禁售期會大跌，係一個標題係咁樣嘅。咁今次我做咗個排位，一啲可能影響日股嘅因素嘅排位究竟乜嘢最左右日股上落走勢嘅咧？排位係有變嘅，真係。第一位係科技股繼續有支持。如果科技股一日係有支持嘅話咧，日經都好難跌落去噶啦。佢個大股價嗰個權重嘅影響咧，而家仍然集中喺佢嘅科技股嗰度。而佢個科技股走勢好特別嘅，有時你開啲日線圖、小時圖甚至分鐘圖咧，佢幾乎係同納指係原理同步嘅。咁所以我將佢排位排咗喺第一位。第2位係日元，冇錯。日元佢會唔會加息？佢有呢個意欲嘅，但係佢似乎上次干預咗之後，
佢可能會睇睇個效果或者個反應如何啦，先至決定加唔加息啦。迫於無奈，佢係要迫於無奈先至會可能係加息都唔出奇。咁第三位先係美元喎，美元嗰個影響力係細過日元。咁我講講係點樣解咧？美元雖然係主要嘅貨幣，但係上次係美日聯手噶嘛，你應該可以意識到佢哋已經有咗共同嘅目標，所以將美息走勢我係放到第4位嘅。至於第5位，我過去都好少提及嘅，但係佢的確係幾影響住全世界嘅所有嘅資產嘅，就係油價同埋美伊戰事。點解將佢哋放到最後嘅咧？既然影響世界資產係咁緊要嘅話，相信大家都會認同嘅一點就係，其實根本係不斷咁吹緊呢個嘅無定向風。無論個美伊戰事或者個油價啦，佢哋係息息相關，係唇齒相依噶啦。如果你真係用佢嚟參考，我講個油價或者個地緣政治，你真係用佢嚟參考呢個出入市嘅決定咧，應該好大機會真係無所適從。甚至連環中伏。所以呢個油價咧，我會將佢排到去最後嘅。好，今次我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啦。至於你話預測日元嘅走勢或者美日嗰個利息嗰個升跌咧，其實其實佢啲期貨美息嘅利率期貨或者日元上次同美國人偷雞突襲搬翻高少少嗰隻 yen 咧，其實已經預示咗佢哋個加減息嗰個意欲、走勢、傾向、力度。咁今次我哋傾到嚟呢一度。如果有啲更加好嘅交流意見或者問題我哋都歡迎係留言嘅。如果中意條片就俾個 like 咯，撳埋follow subscribe。OK，thank you，我係NK225 知探索嘅 Andy。